谁道真谁道，一点错事说不掉。月上烧，冬月亮薄薄几下好，送来一个烧不掉。东上西上是上分了，上到我墙壁上，刚刚好一把枪射成包，我枪到来米机关。我抢到来米几双，以我老婆外边用，我抢到来米几斗，一万青丝一万句，我抢到了米几箱，家族玩的也是呀。吼哈叫，拉起那喇叭响，早知道我早点早。我说你欺负我脏，别啰啰是气洋洋，老婆那黑切光啊，该完没见着。我小东来吵一吵，一生一世千万了，千万了。包东边外公老千条，老千条东边我分马条，被侬灭着金丝帽，东边只取3000条，侬被我说破你去掉，老千条东边分好少。3000条东边都来找，万事皆须到罢了。侬3000条东边不来找，我带侬到中家食堂去抱一抱。千里是叫来一路到，请在过丈下公丈夫高。我要侬在中年面前来过刀，我在告诉侬个女人闹。为什么俺是金丝帽？关上门来就刚好，是大家辛苦毛。关注侬的鸡瓜雕，侬瞧夜里眼嘎巴干好，夜里子是在铺苗，东乱西四四飘路到多路，侬的是什么风？